唐说啦，地府就是为东床，一闭上枝头三尺桥。乜解？我天然吼，佢真咪个负心汉。哎哟，太娘，我冇胡说咯，跟我要去调查哈，个资历、相识啊，老习惯，个全部就冇查撇啦，个难道就天意该出天眼系冇啊？冇可能，他唔相信我亲生嘅亲戚。你爱小心么？个姜怕个陈水米个故事会再次发生哦！对不起啊！哎呦，痛死来啊！是的，非常拍摄，你可有受伤吗？啊！相公，真的是你！你要点嘛？我叫夫人弹琴。行，还唔信你，哪里走？你跟哪里走啊？相公，才叫我的世界，一两啥是同情痛苦，难道讲天意，你就不认我不是？哪有两个亲子相爱呀？哎呦！那个费事，个婚姻要满年啦。我付太人啦，首先50个，我系跟哪个讲法，佢就敷衍乱说了。来人，结果此人带上来。堂堂进士，见人良修，竟干何事要下跪呢？监视，请问阁下是哪一曲监视啊？本科新科进士出天元。个人从大无声，然后关进甘露。哎呦！
哎呦，哎呦，天哪！又是六门风景里，梦是喜宴留之心。大中等候能够起有那悠都有。梦万岁恩典，钦点父世为청년，也给你侍奉宴席不同，父亲小到懂分喜，呀哈。这两年又出去，我被蔬菜敷衍，生生死生也应该回来了啊！好，夫人门外就门下，你骂啥嘞？讲下天然老家的母亲。母亲？哎，奇怪咯，天然讲以后的故里。无父无母，哪来的母亲呢？好啦，将人带进来吧。用样办了？还有一个个辛苦创业的人配。是嘛？岂有此理！将人带进来呀！乃这位天然的母亲呐，也却竟是楚天然的妻子刘艳娘。晴天霹雳破天，故意高空从九起。到位了。是啊。哎，父亲。是啊。父亲。爱妻啊，哪位来介两个寒酸的婆子啊？记得马上也唔属实吗？黑马呢？来，你看清楚，这两人黑马人啊！这两人唔来爱演戏吗？伊就系你这位天眼呐！哪位来点嘛？贪享富贵。民间的犯法，上二来谈钱，来就吹吧！不可能！你说的没那个天眼，那个天眼哪里去呀？那就出天眼哪里呢？不可能！信口真神明相，迄条楚天眼一般无义，
我掉乡下并无天意出天眼，俺想有哪位搞唔错啊？胡言乱说，那叫出！来来呀！来人，将他两人赶去。啊！婆婆，天下之间无爱用的事情，下你天来讲讲，天也无可能变成另一生意呢。好，来讲讲了。父亲，有应用办呢？就是也两个点呢，看来楚天人的富贵前来攀亲了。你楚天意？你说什么？来，虽然还牵到事情，我老天爷商量，你暂时去后面休息吧。是。嘿呀，你跟个还休息吧。还去。晓得了。你干的好事情，父亲莫要来阎王，不是两个点榜样啊！某件事本作西龙，用嘅天时工作，而家有过去了，你很难的过去是无？阎王该，我父4年费精神，恐惊我会对爱臣啊！楚天爷会开无事。已经来踩那个个草苗，还有，你讲几点朋友，就是以前的妻子啊！我父半分色狼半分子，我父太人叫爱呀！叫你，来当然我叫你，哼，并非。逼到畜生啊！而係逼到我嘅恩，看見來，就是明配的。呢條我嘅嘴臉，浪費我一生千天嘅偉命，已經係違背到我嘅良心了，將真正嘅楚天人加一減落啊！多謝我父，多謝我父啊！哈，現在我最擔心的，就係家嘅用錢，而家嘅人派，強若喪屍狂過，就恐怕。我父，請你放心，該幾個店鋪就是會去處理呀。事都已經只能一次了。
小人用办，甘同小姐已经个坟墓嘞。为何爱刺激两啥嘞？来，怎么得讲啊？是唔是？奉了爱夫君创炎龙嘅命令来嘅呀。你听到讲，有一个师妹已经仙死，也是同一个人派你来嘅嘛？小姐原谅，小姨，我不明行事，讲不易讲嘅呀。是，创炎龙啊，这个你嘅结婚妻子，你有下得了数啊？前方料理处，请一个人来核证安神啊！来，我可能你讲法讲清楚，一定对嘛个？我夫人无言无故，很死的消息，然后无言无故有了3个对3个掉，夫人爱求你让爱讲好吗？错个夫人，老人几年迈。还只有天爷一个来耶，希望还生还死，希望来如出风声。刘伟，莫要如此啊！不会去。更加放起来，你两人相信爱，我会去探探消息，哪有消息？我一天马上去核证通知你两声。安尼就多谢夫人了，多谢为生意啊！青天父，天地梦。枕边浮水，泛心愁，心恨疏朗，三不
发生乜嘅事情啊？我再动不了，我相信过几日一件事情就能水落石出，万一大家一个公头啊！那你一不求父仕途很同，你不敬仰从叔，敬仰乃是父亲。为了你，既然辜负重生，光顾你青天的美名啊！素云，你可敌人自己讲乜解呀？父亲，若有人不敌，除非计谋为啊！素云，你那，爱妻，我能问你奸夫係乜解呀？敬爱目足强命，嫁不了一个贪图荣华、生人托干、无情无义的禽畜啊！